屁股。跑。跑了是？看得见吗？等一下，停一下，有哪条线啊？左那俩眼睛。他正对着。打在左面，我眼睛的左面。打他！这，对，别动，你能看见？要你今天看见吗？看不见了就。他头上呢。被树打了。能看到吗？还能看到。可能中枪了，我感觉。别往打。哦，就打那个白的，看能不能看白的。白的左面。倒了吧？有没有倒？啊，倒了。没见了。你看我那中弹的位置啊？就差不多这儿。还不入。别打！要不然这个别打！别打！这木炮，这个什么木炮？打在这脖子上。这枪打得准吗？你们可太皮些。等一下，先不要靠近啊。你别动啊！别动！别打！哦，可以了吗？可以，大哥。可以。好好的干那干。不错，打中不？我看到你打中了，啪一下，我给你打，我给他。来，你拿着，击着他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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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踢着他的头。他拍一张照片。他没动呢。对，没事。我不敢。拿着枪，来。踢着他头没事。没踢了啊！枪不要插到土里啊！枪不要插到土里，枪口不要插到土里。啊！我把头朝我，你好好的，你把那个。你给跪单腿跪在这个。把这个擦。什么？血擦干净，不要太血腥了。国际惯例。拿着看见这个。但是我没有。再拉一下，来提起来，别好姿势，往我这看我。提过这，把那个路提过这，站起来。哎呦，提不动了。看我。枪口不要插土里啊。提不动了，哎呦！来，怎么样？再拍一个。还是提起来。啊，你让他把刀拿来。啊？把刀让他往那走，别往这走。对。对。还是提起来，是不是？把刀那就往左面走。来，看我。哎呀，提不动了，我真的是。看我啊！哎呀，我看不清那个路了，你距离那两过去。好。这样。可能有点像是中。打那个右面那个眼睛，打地子，打左面他是。
它右边那只是不是？啊，右边是，它屁股朝多，海底它趴着啊，能看得见的吧？那也是有点树枝挡的。快点，快点！别打，再打，再跑。啊，中中了，在挣扎，中了，中，不打了是不是？不打了，还打不打一下？中了，中了。好像是只公的。不能给这鼓一下了。到了，这小的，公的，公的一只公的，还有2个龙呢。我的天！你可以，我奶抽的。新鲜的鹿茸。哦，一箱。呀，喝血吧，这个血红，鹿血，喝干喝，不敢喝。这是鹿血，这是个鹿茸。这枪厉害，这枪打到正中，贯穿心脏，肺也打穿了，我拿相机，都是大红色的，这个打不错，可以。哎，我就跟你说，跟着朱哥才有。哎，快点。哎，握握手，跟他握握手，谢谢，打得好，这是公的打，他是这样，刚才是这样，他是这样的吧？这样的吧？我靠，被那个手指挡着。它这个鹿茸怎么回事？新鲜的吗？它是鹿茸啊，现在这个鹿茸很壮阳的。那来把它记下来了吗？你贴着它涂。在里面放一个。OK。我相机还可以。可以把鹿茸记下来。